大家好，大家知唔知老闆最唔中意邊三類嘅伙計呢？第一，唔聽話啦；第二，意見多多啦；第三，喺非辦公時間打電話騷擾你啦。最近呢，我有啲伙計呢，就經常出現呢三類嘅問題啦。第一，有個伙計經常呢安排佢工作俾佢呢，佢做緊又緊，跟住呢就話冇工作俾佢做。第二，意見多多，佢返工呢就話嫌呢度唔好，嫌嗰啲人唔好，嫌三嫌四，意見呢就多多問題。第三，喺非辦公時間，例如星期日假期呢，就不斷打電話去問呢樣問嗰樣，令到我哋呢好多時想放假呢休息下呢都唔得。如果你係以上三類其中一個類伙計，咁大家要自己檢討下啦。究竟你咁嘅做法，你係唔係一個好嘅伙計？如果大家對我呢個意見有唔同，或者係有咩留言，歡迎大家分享、點讚、留言俾我。我會喺逢星期一、三、五發放啲有關嘅保安嘅行業嘅知識，大家可以接收下，到時聽下。OK。